在台南街头，就像走进一首交响曲。打开耳朵，美妙的音符就在你我身旁。2021台南国际音乐节，邀请大家一同享受天籁之音。首届的台南国际音乐节即将在9月25号正式开跑。那今年因为正逢疫情，活动的办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总是认为音乐可以振奋人心，音乐可以抚慰人心。那透过很多的美妙的乐音，在教堂、在图书馆、在动物园、在美术馆各个台南市的角落来开办不同形式的音乐会。希望让所有的市民，让全国爱好音乐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参与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很多人就说，国际音乐节那怎么都没有看到国际的音乐家或是什么？也许对很多人、大部分而言，国际这个定义就是外国人的脸孔。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台湾优秀的音乐家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然后或者是甚至很多音乐家其实都是旅居在国外。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优秀，也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是第一次举办，那也见证了更丰富了我们台南的艺文生活。台南民众，事实上台南作为一个文化古都，不能没有音乐。那当然我们有很多音乐，譬如说音乐节庆，像贵人散步啦，像很多的活动或者音乐活动，像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举办的台南国际音乐节，是国际性质的哈。那也希望说在疫后的这个整个活动中，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可以打响第一炮，也可以为市民朋友们的艺文生活更丰富。那也可以在美术、在民俗之外，我们还可以展现艺文。也是这个音乐也是我们台南的强项。那更希望说大家市民朋友们，老定酒老咖，阿布酒阿巴，大家一起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1台南艺术节将在10月8号到11月14号展开。迄个活动之一，南银之光唱秋台南演唱会，也将在10月10号暗时登场。活动邀请几啊位金曲奖的歌王歌后，以及受欢迎的歌星来表演，是疫情降级之后第一场实体演唱会。各位好朋友，南音之光唱秋台南演唱会，10月12暗时7点，将伫咧永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举行，将会邀请到台南之光2022金曲歌王蛋堡、台语歌后曹雅文登来故乡演唱。另外，还有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动力火车、严艺格、陈零九、邱锋泽等人气歌手再来精彩演出。10月10号呢，邀请了金曲歌王跟金曲歌后。还有许多的一线的优质的唱片不是一线优质的这个工作者、艺文工作者能够来这个台南表演。那我们这些唱将呢，都是最棒的，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台南的子弟，我相信一定可以让台南乡亲还有外地的好朋友一起来耳目一新，而且徜徉在五都的音乐会中。台语歌后曹雅文嘛特别伫宣传记者会上献唱一曲。回来台南表演，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自己是台南当地人。然后呢，我就除了可以顺便回一下家之外，然后还可以在这边这块这么
优质，然后很有文化气息的土地上，在这么重要的节日来唱歌表演，其实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希望大家当天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啊！那个防护措施要做好哦，这个很重要哈。口罩很重要。其实不止12日暗时的唱秋台南演唱会，举办迈入第10届台南艺术节，今年也以记忆回声为主题，规划回望时空，意义生动，意气佳应3大单元。自10月8日起到11月14日，在台南各区演出，其中8日到9日暗时7点半，在永华市政中心西滨广场嘛有演出，运用现代舞台效果，结合艺阵的演出，非常的特别。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再停留一下哈。庆祝中央节，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联合服务处结合大丰里办公处举办义诊甲健康咨询活动，互参与的长辈有引导美丽头毛以外，可会当了解家己的健康状况。而且较特别的是，佮安排神秘嘉宾招来马到场分享日常生活。由大丰里办公处主办，结合立委陈廷辉加议员陈怡珍的服务处，网红爱吃会平台加美发、生技、助听器等公司合办的庆祝中央节义诊加健康咨询的活动，4号上午伫个大丰里活动中心来举行。现场邀请专业的美发师提供义诊，另外嘛有健康咨询团队提供听力加智力的检测。在重阳节的前夕主要是希望让所有的长辈度过一个美丽、帅气又健康的重阳节。那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吃灰和我们网红爱吃灰，以及我的美极客摄影日记工作室的团队那特别找了非常知名的 SR Barbershop 这个非常帅气美丽的设计师们来为我们的长辈们义检。那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原建助听器的团队来提供听力检测，还有呢翁顺哲老师来提供这个肌力的检测那也希望说提供长辈一些健康上的咨询，让所有的长辈可以度过一个健康美丽的重阳节那也祝福所有的长辈们重阳节快乐。今仔日拄好利用这个机会头毛也拄好长想先煞来遮试验一下安尼我会感觉讲咱这次安尼这个陈医生甲陈廷辉办这个活动真好会当带动着咱遮附近咱遮所有的里会当安尼带动安尼大家安尼算讲一个合聚的地方就对啦，非常的好毋茫讲看会当日后会当安尼多来举办这个活动安尼袂。另外，活动现场嘛邀请神秘嘉宾招来阿嬷到场甲长辈来同乐，并分享家己72岁养生之道，甲养老防癌的人生观，并且勉励大家爱顾好身体，过一个有尊严的银发生活。大家较平安尼，装水出去，你甲看，安尼啊好诶，安尼对毋对？出去人嘛会问讲哎哟，今仔日哪会安尼长30岁？头毛足重要的呢，对吧人家讲我也感谢我们今天设计师这么有爱心，来这里跟我们这些长辈们大家同乐让长辈们漂漂亮亮的出门，安尼好不好？谢谢。你感觉今仔议员咱社区办这种的活动，庆祝9重阳，你感觉意义？是足好，办安尼足好啦，对遮社会对遮百姓拢大家真好，真照顾，安尼。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由民政部门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因为市府一档采购发包的工程真济，议员林美燕就建议市府秘书处是毋是爱建立统一发包的机制，类似台北、新北联合采购发包中心，节省成本，而且品质也会当好管控。在议会民政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中，虽然报告的局处拢是市府较幕僚的单位，包括人事、政风、法制、甲研考、秘书处等，不过议员林美燕以市府一年采购发包的案件这么多，如何达到公开透明、平面标准？议员建议，是不是要比较双北市成立联合的采购发包中心，加强品质的管控，
对此秘书处回应，会加采购科来做完整的评估。依照采购去做采购，但是有些人不是那么专业啊，例如学校好了。学校老师他们都是要去办学，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采购的时候，往往都要去学习采购法，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那么专业啦，没有办法，所以很多的县市，他们现在都希望能够就统一联合采购发包中心，例如台北好了，你看人家台北各个机关的500万以下的，他们自己去办理，然后500万的改为就是由联合采购发包中心呐。我想我们的秘书处那边有一个就是采购中科，是不是？是采购企划科。采购企划科，他们比较专业嘛。所以除了说你平常就要去教育分享你们的专业给各个单位之外，怎么去让他们能够在采购的时候，能够把它的就是不要去触法，然后节省我们的成本。国训练专班将近500个以上的同仁每年接受这样的一个受训课程。那第二个要跟您报告有关联合发包中心这件事情。那台北市跟新北市有，不过实务上台中市它合并之初成立，后来又取消了，主要是因为整个采购只是工程生命历程的一环，但还包括好，让副处长说完。还包括事前的设计、事后的履约管理。不过议员有关这个如何公开透明这样的一个指证，那我们会跟采购科这边内部再来完整的一个评估。另外，负责管理市府厅舍的秘书处议员林美燕嘛为市府的时限额批复工厂的工作站工作人员来签名，因为因中昼休困的时，拢无一个适当的场所会用好好来休息。对此，市府秘书处回应。会好好找出适当的空间，提供工作人员来休困。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接续议员蔡小伟也关心市府所设立的户外捐助警示系统，因为进前3级警戒，人数管制较严格。现在随着疫情向下调整，议员关心警示系统的人数管控是不是也会当对咧调整？地处研科会回应，人数管控也会对咧放松。市府研科会伫咧进行新冠疫情3级警戒的时，伫咧咱市容易造成人群聚集的地点，来设置户外群聚的警示系统，甚至结合交通甲警发单位，伫咧火车站前的公车站或者是夜市来设立警示系统。不过，随着疫情渐渐舒缓，议员蔡小伟嘛建议，该警示系统是不是嘛要对咧调降？希望推广观光，希望带动商圈，希望让我们市场可以经济活络起来以后，这个人潮，你未来这个预警的系统，它到底能不能达成它的效果，或者是这一套系统到底还有没有作用？这个我们的商圈都还是可以在防疫的状况之下，但是它又可以带动它的经济啊，所以不要因此而这个系统当然也不要有所失效了，还是要发挥它应该有的一个效应出来，不会失效，而且人数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辨识说这个是人的形影，然后知道说到底这个这里面群聚有多少人。那除了这一个之外呢，我们在做那个 AI 登革热的防疫系统里面当时候有数那个结节，登革热那另外啦，数那个结节跟鼠卵的，我们也把它应用在可以去除。面对疫情的调降，甲未来500券的消费，带动观光人潮，市府研科会主委戴伟俊嘛表示，因为该警示系统是透过蓝牙甲 AI 的人群辨识，人群的数量是会用调整的。除了进前设置的15个据点，未来嘛会伫观光景点随时来掌握人数的管控。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有3位好朋友因为一届去马来西亚旅游，对当地料理非常的介意。后来有机会伫马来西亚餐厅工作1年半，开始学大马料理，佮倒来台湾开店。毋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受到改变经营的模式，伫路边卖马来炒饭，想袂到煞伫网络顶面引起热烈的讨论。美食报卖啊！锅铲翻动，加上4亿的炒饭香气，吸引不少过路客闻香下马。特别的是，这摊马来炒饭从傍晚5点半开卖，大约只要3小时就卖光收工。不少晚来的客人只能下次再来，甚至还有马来西亚华人1个礼拜光顾3次。最近常来这边买，对，最近觉得他们的口味怎么样？口味蛮特别的。怎么说？因为它有他们蛮正统的马来的味道。对，因为我现在是马来西亚人。对，这样子。然后他吃了就觉得很满意，这样。就觉得不错啊。不错。对啊。所以最近常来买。这个礼拜买3次了吧？马来炒饭业者阿邦与另外2位好朋友阿瑶与阿翔，在府前路开了间马来西亚餐厅。但因为疫情影响，加上想走出厨房与客人直接互动，得到最直接的回馈，所以阿邦从上个月起，在东区胜利路上做起了摊车炒饭的生意。因为我觉得餐厅营业可能没有少了跟那个顾客之间的互动，就是反而我们如果客人回馈的时候，都是回馈给我们的柜台，我们反而没办法正确直接接收到客人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其实做餐饮的不妨就是希望客人回来之后那份好吃的感动，而我们如果在厨房内部的话是完全不知道的。对。虽然是台湾人，但口味却一点也不马虎。因为过去曾在澳洲知名马来西亚餐厅工作了1年半的时间，对料理火候以及口味都非常有信心。那你当初怎么会接触这一行？当初是因为因为我们在嘉义也有那个开店，嘉义是总店，他那边的师傅也是我们的总老板，台南也有一个，他们是一起跟我们去那个澳洲打工游学，然后之后就爱上他们那种街边摆摊那种感觉，有点像一个大市集那种感觉，没有拘束，然后大家可能路上点的就是那种大家聊天的氛围，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疫情当前，多数餐厅生意都受影响。阿邦与好友阿瑶、阿翔原本经营的餐厅不打烊，更开创出路，分别在嘉义以及台南开启摊车生意，用不同的方式让道地的马来风味继续飘香。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庆祝台南文化中心37岁生日，文化局伫10月甲11月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除了邀请大家做伙去参加以外，嘛建议会当顺着林东艺文廊道来佚佗，体验甲过去完全无同的艺文感受。台南文化中心今年是第37年，今年特别用“听森林在说话”作为活动的主题，并结合林东艺文廊道的政策。对文化中心为起点，一直到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的周边艺文空间，让市民朋友会用做伙来体验一个丰富的艺文活动。今年文化中心的开幕特别邀请到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伫10月2号到10月3号的下晡3点，拢会带来演出。透过因一连串的表演，替活动来游开序幕。嘛特别伫记者会之间邀请到2个布偶戏卡为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抱着非常兴奋、开心的心情，能够来到我们文化中心，准备要庆祝建馆37周年。以及仁东义之森的一个活动，记者会。
这个活动是从10月2日到11月30号，几乎囊括整个10月跟11月的活动。我想，台南文化中心在全国来讲是一个很久，但是还是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一个活动的地方，尤其它的场地音效非常之好。这37年来，除了小的部分之外，我们去有时候漏水或工程小修缮之外，其他大体都还很好。所以呢，为了要继续维持台南艺术中心的文化中心的这个荣光，我们也市政府编列了1000万的这个规划费，希望跟中央争取更多的经费来做好文化中心的整体大修。那这一次因为有仁东艺之声这样子的活动的串联，我们也连接到了巴克里公园，甚至到了奇美博物馆、石鼓文化园区，甚至在这个仁东艺武廊道，还有很多的艺术家的美术馆，那我们都会把它纳到里面。那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张惠郎教授来帮我们以森林为主题的策划了一系列的展览的装置艺术。所以在10月2号到11月30号期间，不只是有表演艺术，还有很多的视觉艺术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那值得我们的民众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年嘛，为着要让民众感受到无同欣赏艺术的方式，特别推出3种分别透过行路、骑脚踏车，还是坐巴士的方式来摄东区到林德区的艺文廊道。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加上迎接国庆连假，石鼓文创园区特别搭配5倍券，推出门票拍95折，而且佮新推出5站楼仔馆会当海160度的超大型千秋，欢迎民众去现场体验欢乐刺激。随着疫情慢慢的稳定，为伫咧台南林德区的10个文创园区，今年推出了5站楼馆，佮会当海160度的大千秋。最近除了佮要来到的双十连假，政府的5倍券嘛准备要开始发放，欢迎大家伫咧连假的期间，如果有台南买当来遮刺激一下。那2021年的下半年度，石鼓文创园区最新推出的160度极限大摆档，是继我们上半年度呢深获大家好评的魔法工厂之后，再度推出的一个最新力作。那呢，这个160度的一个极限大摆档，其实它就像是最大的一个荡秋千，以没有船的海盗船这样子的形式，带着大家一起体验了。那相信认识石鼓的来宾呢，都知道石鼓的溜滑梯系列也备受大家的好评，从幼幼版的一直到大人版的烟囱滑梯都准备。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针对大人推出的这一个极限大摆档。那摆档的幅度呢，达160度，也是全台湾摆档幅度最大的。来到现场，会用看到大千秋，看起来真正非常的悬以外，伫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去到千秋了后，双手双脚嘛拢是悬空的状况，就亲像坐海盗船同款，但是无椅仔通坐，手嘛无物件通抓。现场体验的民众嘛表示，拄啊起哩的时阵，可能会感觉到会惊，不过伫咧放开了，就开始会慢慢惯习伫顶悬迄种刺激的感觉。就是在牵上去的过程很紧张，然后放下就觉得离心力很强，就会很可怕。在最高点的时候都会很可怕的。你还会不会想再玩一次？如果想要挑战自己的话，可能会考虑吧。对，但还吊在上面的时候可以看风景，是还蛮好看、蛮漂亮的。但是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只记得叫，也真的脑袋一片空白。但荡2下之后，就还蛮享受的。除了连假期间，如果若想要体验的民众，会当利用时间来10个文创园区。园区除了会当予每一个人1张票算价底以外，若使用5倍券的话，可会当得到95折的优惠哦。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